下客運簡名，楊婆花運李秀峰，新竹客家人，中小學客語先生，也下大眾啦。本影片係用試驗強客語合成，講客按聲器製作。下課變數時節，第90度，接上看到學生嘅徛頂揭牙拍嘅掃把掃天內，看見到掃天內唱寫大詩，音數度數唔清，上司又唔黑，我會去別國徛一支掃把來聽數，應該學生唔得，逐支掃把都揭牙拍，樣掃得清。臨暗暝騎自行車轉屋，看路嘅海順頭山台嘅楊婆開花咧，隨風搖來搖去色彩動靜。錯啦，就愛用阿婆織嘅楊婆花掃把來掃天內，將會掃清理，唔但清掃垃圾，連塵灰都掃到清清。寒食時節，看到滿山遍野嘅楊婆花，就地入秋了。阿爸會去山頂割盡大把嘅楊婆花，啲禾塘空洗澡。阿婆320會去順順，點變啦，老冇用嘅一白白鐵。看楊婆花青色嘅光變色，就會拿定一把洗澡嘅楊婆花，啲禾塘背嘅大石鼓蛋糕，輕輕嘅敲。臨時特色嘅楊婆花半風吹到滿天飛，挨到一大群細鵝嘅，啲楊婆花都中上打落，見就見險，落雪了，落雪了。阿婆開聲罵，一群戇古車馬，等下規身肉熟就地死。日頭花長等阿婆面皮打雜嘅笑容，到一下係因啲挨嘅腦角度。阿婆講，楊婆花愛靠牆來，希望會見數見惡咗。故說有到無靠牆嘅楊婆花，阿婆會撈幾粒牆來，撒下來，就看阿婆坐啲矮凳當點功夫。阿婆先撈無花嘅楊婆花光，分做一束一束，先用楊婆乾皮撻好些。個用動力嘅火樑割剔一刀，撻啲東昂3股2股長嘅光，個用細條嘅麻索拖行來。最尾撈5束嘅楊婆花光，製做一大把，看阿婆細心細意，用麻索撈邊纏到輕輕，再個撈米節嘅光割起來，一支掃把總算做完工。阿婆織嘅掃把質薄又當輕，真件耐用，啥都按攞佢嘅口數。阿婆講，打天打地打唔到數二，佢織掃把嘅好數二係愛公教嘅。阿公當後生就去做先，好得阿婆又學到樣板織掃把，當快飲劇也種環保嘅掃把掃天內，幅度別個萬耐嘅。都掃到清清利利，無像一下嘅塑膠掃把，掃歸主邊還係難了了。我教一個些來學生，掃把愛徛將來天天嘅掃，唔好花勞心也畫一下，嘅畫一下，當然掃唔清，悶記。也咪唔識聽唔徛掃把聽掃伏下，觸摸，記應愛伏下無掃把。我講有人一下當到人伏下無掃把，用吸塵去卡哩片，細阿哥搖頭講佢伏下也無吸塵去，我錯下講，佢唔伏下用乜嘅掃天內，佢笑定講用掃天內機器人啊，哈哈哈，我也聽定太上笑。滿山遍野嘅楊婆花，隨風搖來搖去色彩動靜，帶安那提供。什麼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